后来煞来讲，这个刮刮乐即摆是有真侪种哦。 安怎才算是有得奖呢？乡亲咱家己都爱补好清楚。台中有一个民众过年时啊买2张100块的刮刮乐，一张是得100块，另外一张是得500块。提去彩券行要来换现金，但是店员坚持讲伊无得到500块迄张，佮甲迄张刮刮乐甲等落回收桶。加在这个民众有翕相来存证，才甲找倒来，最后确认有来得奖，店员才还予伊500块。 彩券行监视器翕到店员无去找，因为有民众刮刮乐去扣着500块，讲要换，结果店员讲无着，就直接将迄张刮刮乐等入回收箱啊。就是这张着500块，当时是穿红色假这个负责人扣着的，伊买2张100块的刮刮乐，一张着100，一张着500。摕去彩券行讲要兑奖，这个店员讲干那一张着100块尔，另外一张无着，加在这个负责人有翕起来。 伊确定绝对无看唔到，坚持为回收箱内面去找回被等掉的刮刮乐，后来真正找到，确定是着500块，彩券行才换钱给伊。那可能对错账或干嘛，然后有把钱还给阿姨了。彩券行解说讲，当时有真侪人兑奖才会失角惨。电脑做一个确认，而不是如果怕人工判读错误的话，那其实这个双方都可以做验证。 消保官认为这是不应该犯的错误，彩券行爱加强员工的训练，若民众冇自保的办法，会使透过台彩公司手机版的兑奖的小助手，扫这个条码，确认本身敢有得奖得偌济，上好将这个刮刮乐先翕落来，万一被误认无得奖，就等掉，佫会使证明讲你的刮刮乐是倒一张。